民众除了家己买保险之外，其实这个劳保嘛有提供劳工基本的保障。劳动部讲，这个劳工若是因为做工课来为着病毒，头家必须要互员工来领这个工伤病假。治疗的期间，同款嘛要发薪水。若是因为胃病袂当来做工课者，为第4天开始，通来申请到职业灾害伤病给付。劳保局会依照着平均劳保投保薪资的70%发予劳工。去年3月，当时学这团领队因为带团做工课，为着病毒过身，因为领队有劳保，所以加上领着45个月投保的薪水。这嘛变做过来第一件因为新冠病毒职业灾害案件。疫情继续探索，民众除了家己买保险，加强保障，劳保嘛有提供劳工基本的保障，各分做2种。第一种状况，若是劳工因为做工课为着病毒，治疗期间除了头家爱互工伤病假，嘛必须照原本的薪水互劳工补偿。另外，袂使做工课第4天开始，嘛会使申请职业伤病给付。因为做工课逢居家隔离或者是检疫的期间，头家嘛应该照付薪水，而且毋免家己请假。为着病毒死亡，会使照这半年来平均投保的薪水，领职业灾害死亡给付等等，总共45个月，或者是违奖年金。第二种状况，若是劳工毋是因为做工课为着病毒，劳工就要家己请假。毋过，单于治疗第4天开始，要是会使向劳保局申请普通伤病给付。若是为着病毒死亡，会使领劳保死亡给付等等，总共35个月，或者是违奖年金。希望会使互劳工适当的帮助。在手上。